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，又到来谈两个时间了。今本日嘅两个当简单，两字五十字，总共10则诗听听哦。来看第一句，入门上铺紧，入门上铺紧，出门一身松，出门一身松，也写当好啊，有对仗啊。入流出，门对门，上对一啊，铺对木，哎呀，冇推到，冇对到哦，要紧流送吼，一头乜解，同一个味素啊，同一个味素。啊，要卡到后面有啊，共的地方嘛有吼，高铁都方啦，火车头啦，福高都方啊，仲有一个地方呢，也嘛解啦，还有看到喏，有大概有团到嘛，啊，一个人。要按那偏手厕所哈，来看一下前面，这么个很多偏手来看，都市通的时间，冇是像乌鸟的时间啦。你们上铺紧就系讲，结结总等到一上铺就吃到，存到上铺路吼，念灯师傅头啊，就念灯斧头，总等到一样。你们上铺紧，你们上铺紧哈。出门啊，啲片上门出来啊，一身轻松哦，很爽快。cái cõi ôi ngang sử mà cái sử dù ổ chang chang ấy nhau ấy biếng thế đấy一身轻松，就咪出门一身松，就一个米两个就会偏瘦，好偏瘦。